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3拜日的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当日的早晨9点半，客家新新闻都会伫庙路巷带来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的相关消息。今日呢，就是一个5一连续假期的第3日呢，唔知乡亲朋友有好好来了，也系好好去聊聊么？今平常乡亲朋友嘅假使伫5一连续假期想出去聊聊，都要特别来注意一个防疫措施。认真呢，也建议伫全国的各大景点，还系有提供人卡多的情形。故说呢，呼吁大家呢，伫出去的时间呢，咩外带点最咩，还个有来保持社交距离。按用呢，其实大家聊起来呢，咩限卡。关心么？三轮呢就要天天来关心，也个筹备因闺女进行疫情的部分。本地呢，大家呢都懂希望讲，给台湾敢有办法来做到连登亲热，闺女都无新增加确诊个案情形。不过呢，伫筹备时间呢，闺女就有新增加上呢对境外疫来嘅确诊个案，故说呢也来亲热都系家庭呢一个部分就无做到。给针对按呢部分呢，给指挥官陈时中佢筹备佢诈骗一块4时节，佢就呢有同大家表示讲，食材同排使用冇办法继续来加练咯。睇起来呢係有地位失望咯。唔過呢，就算講籌備呢，一個台灣有新增加嘅確診個案，唔過呢，睇起來講呢，一個台灣呢防疫一個相關嘅政策，還係呢會繼續來做下去。唔會講疫情先前呢都連年假日冇新增加確診個案就來表揚咯。下來呢就來看一下籌備闺女進行疫情嘅部分。國內挑戰連續7日當確診無成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新增加3名武漢肺炎境外300確診病例，累計國內確診人數增加到432例。今天整體沒有辦法做再加一個0，我們當然覺得有一點失望了哈。不過剛才講過，這種境外的移入這算是我們就必然要承擔的風險。指揮中心表示，安溪3人係2年22七假去澳洲旅遊，過來又對澳洲到日本。新月初9出現發燒，促1條針頭。新月30回到台灣的時節，提機場檢疫通報確診。安溪31同42係兩公婆，2年10月去西女檢疫工作。新月26兩個人沙定出現鬼神難，促1條針頭。5月初1回到台灣，提機場檢疫通報能確診。同行的還有2位小孩。那因為2位小孩本來是他們一起的親密的接觸者，所以也就採檢。那2位都是陰性。為了全面防止境外移入，指揮中心未宣布對5月初4 2點開始，全部海外入境的民眾，除去從比亞基以前英國外省入境抗檢3面書，香港綠卡強卡系列有65歲以上老人家、6歲以下成年的慢性病患者，無專屬檢房無專屬嘅藥堂殺批嘅人，入境過後全部都係防疫離國。最高我們是可以罰15萬，那我們從5月10號0時起。那全部從海外返國起都要遵照這樣的一個規定來辦理。自然會嘅歸關係咩會卷盤實禁吹關閉，初3半夜2點就會解除隔離。陳時中強調，也嘅按呢個提數，等隔離期滿14日，為過採檢100，喺個全部人先就會表人，喺個冇就會多停留1日，嗰種人先嘅人解除隔離，希望將全部嘅可能性降到最大，有一個最好嘅結果。客家新聞黎素文、總志剛台北報道。所以講呢，所邊呢，因闺女總共新增加3名境外疫來嘅案，唔過呢，家條單對下一步嘅、前一步嘅有許多境外流了哦。故說呢，就會特別到一個武漢肺炎，既唔係台灣嘅本土新增加嘅案，其實呢，今年ทั้ง多嘅消息都有卡風險掉嘅。所以講呢，從先前講，台灣啊，幾件連登假日都冇新增加嘅確診嘅案呢，故說呢，有眾多民眾家條呢都同相關提供，幾相關嘅防疫管制措施，內容是將會解封咯。從啲先前嘅時節啦，有啲新北市政府本單呢就按算講，會針對公共街一個公共場所，會天天嚟來解封嘅。唔過呢，就認真講，籌備又有新增加確診嘅案過後，故說呢，一條相關嘅縣市政府針對解封一部分，可能呢還會再過來面診啦，會再過來好好來考慮。然後呢，啲籌備嘅時間呢，指揮中心還有公布一類新嘅措施，就係講呢，假使民眾對境外入來時節，佢屋企假使有像有老人家，還有像慢性病，還講呢，尤其係冇設計一條衛生間，就係講冇衛生機一條所在，冇辦法呢，來設計來做好居家隔離，家條呢都會要求唔去係一條防疫旅館，還講呢，啲入境嘅時間呢，咩嚟寫一個空間嘅聲明書，假使呢冇落實來寫，就會講
冇好好来下地多资料，就有可能会本人罚15万元，也系针对一条国外转来嘅民众嘅情形嘅部分，嘅一条措施系对5年除夕，也就会讲对天公嘅意思就会来实施嘅，向乡亲朋友每位特别来注意哦。好，三来呢，这个来看到呢，也可以5.2连续假期，其实呢有当多人呢做出去留了。而且你看到呢，像係啲台北的一種圖呢，就係啲台北的北投市場附近呢，也見呢北投市場鴉片呢啲一個政府的1968 App 提度呢，就是假擺出現呢黃燈，就講人卡多情形。而是之來看到呢，嗰啲北投市場嘅片，確實呢有當多人去買菜呀、買東西，看起來呢係人真見當多。故說呢啲5.2連續假期，就算係了日，就都係平常日咪係我 TP 來注意一條保持社交距離，係我記得來做到嘅哦。故說呢，一啲政府。有當多民眾用英語講一個相關的1968 App， 一地度嘅相關景點可能冇按求期，有當多所在呢都冇能力去將一條5風期啊，係個有將5兩日嘅所在，也係呢未按上而老記能力去嘅來看，呢個縣市政府針對亞擺一個1968 App 提出來嘅建議。民眾觀後天時聽5.2連假天2日，來到該當然打卡嘅景點上片坳，差別一台又一台，就將另外鐵道停車場和系統嘅傑出經驗嘅管制。打開新北市推出嘅年潮200版，今日包含水房上片坳、茶壺山，還有是風景區亞條所在，就當然流控管標準。我提交同步嘅1968 App， 請看得到水房茶站附近嘅年潮係正常嘅綠燈。嗰所新北市長侯友宜講，觀控中的槍口1968，我們現場都有人，所以我們非常的能夠清楚新北市的狀況。光靠1968是沒有辦法的。1968本人過罪唔拉準，從宜蘭嘅麥茶山就冇本人連業，山下嘅5風期停車場，見早晨8點縣政府啟動總量管制。我勞動廉管處講，本日嘅行客有超過1000人，電到喺台南用27嘅景點，本1968連業政策放棄。我嘅下所猜係個冷笑，市長王偉在偷睇1968係反指標。1968的監測點人煙稀少，1968的非監測點人潮擁擠，這樣的一個逆時鐘的狀況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台南8號嘅聯法會開始，王偉在香港後代8號冇本1968連業期，面對六強之爭演示影響，行政院長蘇貞昌今日喺狠話，愛提防小馬嘅事都已經合作團體了，還強調為見調整 App 一步一步做得好。記者喬福採訪記者郭俊蓮，新北台南報道。剛才啲新聞報道都紅呢，就你看到一個台南市長王偉在佢對一個1968 App 都有意見哦。前主要呢就係講，認證縣市政府都同樣講一個1968 App， 勞動到嘅個縣市嘅景點能入去過後，會懷疑嘅所在呢都冇乜人敢去嘅。嗰種呢包含菜天鴨站呢，其實呢咩都見怪嘢哦。唔過呢啲亞經嘅連續假期按用看起來，其實全國都冇出現一個紅燈，就係講愛管制按用禁止哦。睇啲嚟講呢，都係紅燈，就係講人卡到自家愛注意按呢就好。係講呢啲人卡到時間呢，睇天呢都會對動作過後，可能呢睇價呢係差唔多動作是100%過後，將開始出去流了。嗰種呢他係喺動作過後都下注亞餐時間係人卡到嘅。到時間呢，駕駛同小朋友有愛去內流了，就含係早點呢看一個1968 App。其實呢，先主要呢一個1968 App 含係同大家來做提醒，唔係為來做嚴格嘅管制哦。嗰種呢，大家呢唔是用一個 App 就用到按鍵中啦。然後呢，啲籌備時間呢，指揮中心呢有做公開的進行研究哦，而係針對一個全台灣前100個確診案例來做分析研究，就發現講，佢喺啲發片1週禮拜內，一個片頭係輕微測驗嘅。嗰種呢，針對按用情形呢，嘅指揮中心就有做出提醒哦。佢就講到呢，有同年呢，佢特別到武漢肺炎就講發片1週禮拜內，其實呢睇價呢都係喺冇按強性咯，可能都係喺冇注意到自家結件係武漢肺炎嘅分雜。嗰種呢，亞時間呢，假使有冇帶做 M， 有冇保持社交距離，就同會留一啲武漢肺炎車本其他人。嗰種呢，一路指揮中心就建議大家講，假使呢大家呢就冇
冇辦法按照來發現到自家係相關嘅反詐事件，以下呢亦都防疫措施，就係講大嘴咪保持社交距離，大部分就係輕重要，提醒大家都係記得做到。那呢嘅有關嘅防疫嘅相關政策、相關措施一部分，最講嘅先前呢，認真講，亦都疫情啊對台灣嘅經濟增經係受到動態嘅損壞喲。而家呢有動業者就強強會壓唔下去，政府呢先前講會提出一條酷碰券來希望呢來帶動經濟。唔過呢，中國時報同大家帶來嘅報道，佢就係講一條相關嘅酷碰券嘅相關嘅振興措施，有可能會有改變呢。最講嘅先前呢，一條政府就按上講嘅民眾啊，愛去消費，將做的量度一啲酷碰券，將做的呢來利用。唔過呢，以下呢，現在有動到民眾，還有動到業者，經反映講，希望呢政府做的發現金來刺激對人民來做補貼。故說呢，以下就談講行政業嘅動啲考慮，會針對相關呢振興利用券的方式來做檢討。也呢，沒有可能會發出一條資本的利用券，係有可能一啲方案就講會刺激發本100元、100元、500元按用的政策。唔過呢，以下其實都蠻熱天咯。那我呢，韓國有談講另外一啲講法，就係講假使呢民眾有去過女嘅從係去大飯店嘅時節，佢就做得量度按用的利用券，嘅金額可能係800元。按用的利用券唔單槍係做得地府區呢種種來用，韓國有從亞視一條素材來用，每做得去到從係便利商店呢條方式來用，有擴大使用範圍，希望呢亦都帶動經濟效果為韓啊好，亦係有關振興利用券呢一條相關的方案同大家來做提醒，大部分呢韓係政府會繼續來做評估，繼續來做檢討嘅。接落來呢，我這個帶大家來看到一類有關國際風的消息咯。最講呢，現在28嘅台灣的防疫部分整件呢做到同好，故說呢美國方面呢就希望講聽訴台灣來同台灣來爭取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法通哦。其中呢就認真講，一個世界衛生大會係第20年18月來舉行嘅。唔過呢台灣冇肺炎之結，故說一直冇辦法來參加。係講呢到前1年嘅時間，中國這邊用唔本台灣用觀察員的身份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故說呢對28疫情的時間，認證台灣的防疫表現，全世界都有看到。故說呢28美國就講，希望呢為來串聯全世界各國來同台灣簽署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會議係個有行通哦。以下呢台灣先主要做乜嘢來加入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就係講先前呢，現在聯合國有一個溫度一個 T27500 號建議。咁樣時呢，佢一個27500號建議地度就講呢，佢係承認中國這片呢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中國唯一的代表。故說呢，咁樣時呢，佢就認為講台灣係冇資格來參加。唔過呢，針對按用部分其實中國這片就老經驗聽係，也係一種原則，就會講承認全世界搶一個中國。韓國呢，尤其台灣咪係包含啲中國地度嘅。唔過針對按用講法，其實外交部就都唔認同嘅。因為講一個27500號建議地度呢，並冇講到台灣主權的問題，你冇講到台灣就係中國的一部分。故說呢，其中因為講世界唔本台灣用一個建議，唔本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係唔合理嘅。接來呢，現在美國基金開始愛來出聲嘅，希望呢一同台灣來聽證起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而咩啲網絡上、推特上就講要發出一個串聯的行通哦，希望呢大家呢共下來響應同台灣來發聲。希望呢台灣下來所以來參加一個世界衛生組織，也係世界衛生大會哦，也係有關國際上的情形消息。以上呢就引起俾同大家來整理有關疫情的重點，都會下晝2點時間，你想重新朋友繼續來收聽，人哋客家清新聞，同大家帶來關於清新的疫情直播。客家清新聞，客家 live， 我唔清新的疫情之心。人喺正言數，人喺起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空來關心疫情的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還有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清新聞。